缺營養信號。各位朋友，平時好多時會捱頭痛、甩頭髮、腳抽筋、皮膚乾燥，好多人只係以為捱夜攰，其實好多時身體係話俾大家聽，體內唔夠某類營養。今日同大家淺白拆解身體各種不適對應缺乜礦物質同維他命，再講鐵、鎂、鈣、硒呢幾樣日常最易缺乏嘅營養素。功效，食乜補，每日要食幾多，全部講到一清二楚，屋企大人細路都識用。首先同大家逐樣數，身體出現邊啲情況，就代表唔夠營養。一、成日甩頭髮，缺鐵、鋅、維他命 B 集，好多返工、湊仔嘅朋友。涼，梳頭一大撮頭髮跌落，除咗壓力大，多數係唔夠鐵同鋅，頭皮營養唔夠，毛囊撐唔住頭髮。二、指甲脆，好易斷，缺維 A、維 B2，平時整指甲好易崩開，有裂紋，唔單止係整水多，維他命唔夠，指甲嘅保護層變薄。三、行下路，瞓覺突然抽筋，缺鈣、鎂、鉀，好多人夜晚瞓到半夜，小腿抽筋彈起，痛到即刻彈起身，9成係鈣同鎂攝取不足，肌肉收縮唔夠放鬆。四、皮膚乾，成日脫皮，缺維 A、維 B2，就算搽幾多潤膚膏都仲係乾。面、手腳甩白屑，代表皮膚缺乏修復需要嘅維他命。五、反覆生痱滋，口腔潰瘍，缺鋅、維 B2、維 C，生痱滋食乜都痛，成個禮拜先好，大多數係維他命 C 同鋅唔夠，黏膜修復速度變慢。六、好易凍親，抵抗力差，缺維 C、鐵。轉天氣第一個感冒，少少病菌就中招，氣血同免疫細胞原料唔足。七、夜晚腳抽筋，瞓得淺易醒，缺鈣、鎂。鈣負責肌肉，鎂負責鎮定神經，兩樣缺一樣，夜晚就瞓唔安穩。八、脾氣暴躁，少少事就焦慮發火，缺鎂。香港人生活節奏快，壓力大，鎂係天然真正營養，唔夠就容易情緒失控。九、牙齒蟲，骨頭酸痛，缺鈣、維 D。唔單止長者，後生仔成日唔飲奶，少曬太陽，骨密度慢慢下降，行內腰骨膝頭就酸軟。十、眼乾，見光會刺眼流眼淚，缺維 A、維 B2。成日對電腦手機嘅上班族，好多有呢個問題，眼球黏膜缺乏滋養營養。11、黑眼圈，眼袋長期散唔走，缺鐵、維，氣血運行唔暢，眼周循環差，搽眼霜都治標不治本。12、指甲薄，成日頭暈無力，缺鐵，血氣唔夠，供血上唔到大腦，行幾步都攰。13、嘴唇爆拆，起皮，缺鐵、維 B2，就算飲好多水，唇邊都裂開出血，維他命不足令唇部黏膜脆弱。14、細路生長慢，好易病，缺鈣、鋅、維 D。小朋友唔夠營養，高得慢，免疫系統發育唔好，成日去睇醫生。15、刷牙牙肉流血，缺維 C、維 K， 牙肉血管變脆弱，輕輕刷就出血，多補生果蔬菜就會改善。16、瞓覺流大汗，半夜成日醒，缺鈣、維 D， 體內鈣失衡，身體調節體溫同汗腺嘅能力變差。17、記性差，轉頭就忘記事，缺鎂、鐵、維 B1， 大腦神經傳導需要呢幾樣營養，長期不足，腦部反應變遲鈍。18、皮膚出油勁，生暗瘡不斷，缺鋅、維 B6， 油脂分泌失控，皮膚抗炎能力下降，暗瘡反覆生。19、腳氣反覆發作好唔清，缺維 B1、B2， 腳部皮膚修復力不足，真菌好易滋生。20、女士經量大，面無血色蒼白，缺鐵，每個月流失大量血紅素，唔及時補鐵，
長期會貧血。講完身體嘅提示，跟住拆解4種香港人最常缺嘅關鍵營養素，分開講功效，食乜補，每日需要幾多。第一樣，鐵，負責供血氣，男女需求唔一樣，主要作用製造血紅蛋白，運送氧氣，維持肌肉力氣，幫助大腦發育，提升專注力，強化免疫，預防貧血。分兩類食物來源，吸收速度差好遠動物性鐵，吸收高，優先揀動物肝、瘦牛肉、豬血、鴨血、雞蛋。植物性鐵要配維 C 先吸收，菠菜、紅棗、紫菜、黑木耳、各種豆類。缺鐵會有咩後果？貧血，面青口唇白，行幾步就頭暈乏力，抵抗力差，易感冒。小朋友專注力差，生長慢。女士經期過後容易心悸，攰到抬唔起精神。每日建議攝取量：成年男士每日12毫克，生育年齡女士每日20毫克，孕婦每日24毫克。簡單參考：每日食50克豬肝，大約等於攝取10毫克鐵。實用小貼士：1. 動物肝臟嘅血紅素鐵比蔬菜鐵好吸收好多。2. 茶、咖啡、高鈣食品會阻礙鐵吸收，食補鐵餐隔2個鐘先飲。3. 女士、孕婦、青少年最易缺鐵，定期留意身體狀況。第二樣，鎂，天然安神營養，壓力大必補，主要作用調節神經，舒緩焦慮，幫助入睡，放鬆肌肉，預防抽筋，穩定心跳，保護血管。身體300多種新陳代謝反應都需要鎂。高鎂常見食物各類堅果、全穀物、豆類、深綠色蔬菜。缺鎂後果情緒易暴躁，小小事就焦慮，瞓得淺，半夜抽筋，心跳唔穩，血壓容易飆高，周身肌肉僵硬。小貼士：返工成日對電腦，壓力大，經常失眠嘅朋友，每日食少許堅果，補充鎂，舒緩情緒。第3樣，鈣，支撐骨頭牙齒，配合維 D 先吸收。鈣嘅核心作用維持骨骼同牙齒強健，穩定神經肌肉，減少抽筋、夜間盜汗。缺鈣會骨頭酸痛、牙齒鬆動、瞓覺流大汗、細路發育遲緩。奶製品、豆腐、深綠菜都係優質鈣源，記得多曬太陽補維 D，幫助鈣吸收。第4樣，硒，抗氧化抗老，保護甲狀腺，主要作用強效抗氧化，清除體內壞物，延緩皮膚衰老，提升抵抗力，維持甲狀腺荷爾蒙運作。有研究指適量補充可降低部分癌症風險。高硒食物：巴西堅果、動物肝臟、海魚、蛋黃、蘑菇、洋蔥、大蒜、全穀物。缺硒嘅影響：抵抗力差，容易感冒，心臟機能受影響，甲狀腺運作紊亂，新陳代謝變慢，皮膚粗糙，指甲易斷。男士生育質素下降。每日攝取標準成人男女60微克，7至10歲細路30至45微克，孕婦、母乳媽媽70至85微克。參考：100克豬肝約等於25微克硒。仲要小貼士：1. 硒唔可以亂補過量，巴西堅果每日最多1粒就得。2. 優先由日常天然食物攝取，唔好隨便食補充丸。3. 部分地區泥土缺硒，飲食要刻意多元化，均衡進食各類食材。最後簡單總結，其實好多身體唔舒服，唔使即刻買一大堆營養補充丸，先睇下自己平時飲食單調唔單調。少食肉、少菜、少奶製品、少曬太陽，就好大機會缺鐵、鈣、鎂、各類維他命。日常盡量飲食多元化，肉、菜、豆、蛋、奶平均食，跟住身體發出嘅信號調整，唔單止小病痛，皮膚、情緒、睡眠質素都會好一大截。返工、湊仔都有足夠體力應付。空是因無常果，赦我執歸淨土。南無阿彌陀佛。
今次同大家講住咁多，喜歡我嘅影片，請俾個心心，加埋我嘅頻道，有新片會即刻通知你，拜拜。南無